复活亲人系统绑定成功，发布新手任务：阻止今日朱元璋册封朱允文为储君，可随机复活一个亲人。复活包括但不限于已故亲人如下：奶奶皇后马氏，父亲太子朱标，母亲太子正妃常氏。洪武25年，我成了朱允堂，朱元璋的嫡孙，却被太子侧妃吕氏养废，成了个口齿不清的废物。最后被庶出的堂兄朱允文夺了皇位，下场凄惨。不，我绝不接受这种窝囊的命运。复活亲人，若我娘常氏还在，吕氏怎么敢欺我？若我奶奶还活着，爷爷怎么会如此糊涂？若我外祖父还在，我朱允腾又何至于此？吕家，一个侍奉过3朝的世家，心思深沉，哪是朱元璋这个泥腿子皇帝能看透的？我娘的死，大哥朱雄英的夭折，这一切巧合，都是为了给庶子朱允文铺路。奉天殿的册封仪式已经开始了吧？好，就让我来打破你们的美梦。就是不知道，任务成功后，系统会复活谁呢？最好是奶奶，好好收拾一下朱重八那个老糊涂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今有嫡孙允文，忠孝仁善，知礼善学。住口！他是嫡孙，那我是什么？允腾，他不是自小胆小怕事、口齿不清吗？今天怎敢闯到这里来？小杂种，留你一命竟敢出来作妖，事后绝不容你。我问你，他朱允文是嫡孙，那我是什么？放肆！允腾，册封大典之上，你怎能如此？快退下，莫要误事。为何不答？是因为你也说不出，为何二女能生出2个嫡子？这等理智崩坏、滑天下之大稽之事吗？这小子，竟敢当众撕破这层遮羞布！允腾，你过分了，快退下！君子无惧，则不退。若陛下不答，我来说：福册为正，立庶为储，嫡庶颠倒，宗室必乱。这还是那个废物孙子吗？他这些年是在装废物。今日允腾不懂事，乱了大典，带下去禁足东宫。册封大典改日举行。任你如何折腾，也无济于事。阻止了今天的册封，任务算是完成了。你还是要册封朱允文这个庶出，你还是要祸乱大明，祸乱皇室。混账小子，你当真以为咱不敢收拾你？恭喜主人完成任务，随机复活亲人成功。朱重八，你想怎么收拾我孙子？这个声音不可能，已经10年了。妹子，真的是你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孙儿朱允汤拜见奶奶，恭迎皇祖母归来。稳了，稳了！开局就复活了马皇后，这把稳的不能再稳了。挟马皇后以令朱重八，谁能挡我？没想到我的孙儿都这么大了。允腾，方才你们的对话，奶奶都听到了。这些年苦了你了。奶奶，孙儿不苦，只是陛下福册为正，立庶为除，把当年您和他钦定的皇明祖训视如废纸，孙儿痛心啊。腾儿放心，奶奶回来了，我来拨乱反正。朱重八，你给我滚下龙椅来！是你，妹子，你没死。哼，我马秀英福大命大，被我孙儿允腾复活了。妹子啊，咱想死你了！真的是你，咱做梦都不敢想还能再见你。
10年了，你知道咱这10年是怎么过的吗？怎么过的？昏聩残暴，宠树灭敌，扶妾为正的过的呗。混账小子，别胡说！我孙儿说的是真的，这些年你朱重八当真如此糊涂？没有，妹子，你别听这兔崽子胡说，咱什么样的人你还不知道？我可太知道了，你真能干出来腾儿说的那些事儿。臣等恭迎皇后娘娘归来。马皇后回来了，太好了，终于有人能镇住陛下了，这可是天大的喜事。你要立允文为太孙，妹子，你也知道，吕氏成了太子妃，允文说起来也是嫡。他吕氏是太子侧妃，不是嫡妃。我母亲常氏才是唯一的太子正妃，庶子岂能因母亲被违规扶正就变成嫡子？侧妃能成嫡母？堂堂大明皇室如此乱来，岂不荒谬？陛下钦定的皇明祖训明确规定，立嫡母所生，庶母所生，虽长不得立，若奸臣弃嫡立庶，庶者必当守分勿动。请问陛下，您这是要破坏自己定的规矩，当那个大明朝弃嫡立庶的大奸臣吗？朱重八，我孙儿问你话呢。妹子，你听咱解释，不是这样的。复活？怎么可能把死人复活？这还玩个屁呀！妹子活过来，咱是真高兴。可眼下这局面，真是难堪呐。妹子，允腾，咱今日先不说册立之事，如何？此事作罢，咱们容后再议。如今你归来，咱开心。允腾，你也不似当初那般，咱更是惊喜。罢了，今日就先到此为止。对，我知道，我本是已死之人，不知我孙儿允腾用何等方法让我复苏。各位不必惧怕，我还是我，马秀英。臣等恭迎皇后娘娘归来。孙儿朱允文恭迎皇祖母，皇祖母厚德有福，苍天有眼，让您归来，是我大明之幸，百姓之福。好了，起来吧。儿臣叩见母后，母后归来，儿臣欣喜万分。好了，我也累了，腾儿，跟奶奶回坤宁宫。妹子，你慢点儿，身体都感觉正常了，要不要让御医看看？咱可不能再失去你了。好像睡了很久很久，突然醒来了。妹子，你说你复活和允腾有关？对，虽然我也不知道具体为何，但我醒来时，脑子里就莫名知道，是允腾让我活过来的。腾儿，你是如何让我复活的？我做了个梦，梦里有个老神仙，说我朱允腾德行非凡，乃天命之子，所以和我有血缘关系的亲人，都能因我而再次复生。好，我孙儿真非凡人。这么厉害，那咱以后要是死了，你岂不是也能？你对我不好，还想死后复活？没早死都算你命大了。臭小子，你怎么跟咱说话呢？咱是你爷爷，你今天一声爷爷不叫，要反天啊！都说了我是天命之人，反天干嘛？我当顺应天道，主宰天下。朱重八，我孙儿说错了，你不信他，岂不是说我复活也是假的？妹子，咱不是那意思，你复活肯定是真的，那就说明腾儿说的是对的，老朱家真出圣人了。允腾，好孙儿，和你有血脉关系的，你都能复活他们。这会儿是你好孙儿了，你好孙儿是朱允文啊，找他去。都是好孙儿，你先告诉爷爷，是不是都能复活？理论上是的，不过也得看天意。那，你爹呢？彪儿，能不能？对了，允腾他爹，彪儿呢？怎么一直没看到？那个，妹子，彪儿他几个月前他已经……我的彪儿怎么了？他病重去了。朱重八，你连我儿子都照看不好，怎么就让他病死了？妹子，
这恶疾重病，咱也没办法呀。奶奶，他糊弄你呢。爹去世很大原因是压力大，太累了。您猜是谁造成的？妹子不是，你听咱解释啊，彪儿是病逝啊，你别听那混球小子胡说。妹子，你别追了，给你累着，你可不能再有闪失了。妹子，是咱的错，你打，你使劲打，出气，别气着自己，打累了就歇歇，歇好了再打。来人，叫御医都来，给咱妹子看看身体。我彪儿到底怎么死的？彪儿巡视西安，归来路上染了重疾，最终无力回天，咱也难受啊，妹子。奶奶，别伤心了，相信用不了多久，我就能复活我爹了。对，有允腾你呢，你能让奶奶复活，也一定可以让你爹复活。云腾，你能让你爹复活，咱就是被你奶奶打死，咱也愿意呀。会的，只不过是时间问题。系统任务什么时候来？下次又会复活谁？万一把老朱他爹朱五四复活了，那可就热闹了。云腾，你以前口齿不明，胆小懦弱，如今怎么突然你在藏拙？那不然呢？爷爷不疼，爹爹不爱，我若是不装，岂不是和我大哥一样，莫名其妙就死了？云腾，这话什么意思？你大哥的死另有原因？终究是个泥腿子上位，心思再重，也还是一根筋。这小子又拐着弯骂咱。我大哥外出染天花而死，为何随从下人都没事，偏偏就他一人染上？还有我娘，武将之女，身子骨硬朗，怎么会在生下我之后突然暴毙？嫡妃死了，嫡长子死了，我这个嫡次子若不装疯卖傻，岂不是也得死？疑点虽多，可当年毕竟查无证据。有些事做得隐晦，凭现在的手段，当然查不出来。一个几百年的家族，能在几个朝代更迭中越过越滋润，他们的手段，可不是你这个暴发户皇帝能比的。你说的是吕家？你是说咱被吕家算计了？荒谬！荒谬！流水的王朝，铁党世家，他们玩了上百年阴谋。你朱重八从一个乞丐当上皇帝，确实厉害，但在这些手段面前还嫩着呢。重八，我倒是觉得允堂说的有道理。人心难测，若背后有心人长久谋划，做得干净，确实很难查出来。这件事终究没有证据，咱们只能是怀疑。那允腾能不能尽快复活你爹呀？都说了，看天意。那还是回到之前的问题，咱要是死了，你能复活咱不？你又不立我为太孙，复活你干啥？复活你好继续扶妾为妻，立庶为厨。臭小子，没完了是吧？还敢威胁你爷爷？看咱不打你屁股！朱重八，你敢打我孙子？这些年没我打你，你有点飘啊！这臭小子句句带刺，气死咱了！妹子，错了，咱错了。奶奶，打他！这些年他就是缺少您的管教。嘿，混球小子，你说什么？允堂说错了。没说错。妹子，你随便打。陛下，太医来了。妹子，别打了，快让太医给你看看身子。启禀陛下，皇后娘娘凤体康健，并无大碍。好，咱以后不寂寞了。有妹子，你继续陪着我了。说的好像10年前奶奶去世后你就寂寞似的，后宫那群妃子可没少被你宠幸。臭小子，你故意的是吧？你奶奶归来，咱有很多话要说，你先回去吧。奶奶，那我先走了。好，你先回去，奶奶单独教训教训你爷爷。好，奶奶好好教训他，看他还敢不敢宠恕轻敌。这个臭小子，对咱的怨气大得很啊！你不该反省一下，我死后，你到底是怎么对他，才让他怨气如此之大？是咱亏欠了这孩子，谁知道他这些年是在藏拙呢？既然知道以后这孩子对你有怨气，你就忍着。好。对了，你还是想立允文？我可告诉你，
允腾可不是一般人。他当然不是一般人，只不过他这10几年的名声毕竟不好，咱还得再观察观察。如果这孙子真不是以前那副德行，立为储君也未尝不可。可万一他把彪儿甚至雄鹰复活了呢？那就更复杂了。朱允腾这个废物搅了我的好事，但他毕竟被我拿捏了10几年，不足为虑。关键是马皇后。娘，若是皇祖母支持朱允腾，放心，废物终究是废物，他那品行能力我岂会不知？就算母后支持，也扶不上墙。他凭什么跟你争？哼，废物东西，还敢回来！朱允腾，你给本宫滚过来！果然，还是那个被我吓破了胆的废物。朱允腾，你今天在大殿上很嚣张啊！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哼，知道错了就行。从今天起，你就在寝宫里给我每天练字，不准离开半步，否则……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我今天不应该只在大殿上嚣张的，我应该一直嚣张下去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要干什么？难道你还想打我不成？哎呀呀，不愧是你，一下就猜对了。你敢打我娘？你混账！傻！你才是真废物！我把你娘打了，你也只敢指着我骂，书都读傻了吧？小弟，你没事吧？大姐，我没事。小弟，我听说你今天去了大殿，打断了册封，而且皇祖母真的复活了。对，都是真的。那个女人肯定不会放过你的，你不该去争，这太危险了。大姐，若是不争，才是真正的危险。放心吧，我不再是当初那个废物了。不争不抢，反而会被当成眼中钉。小弟说的对，不争才危险，总不能废物一辈子。可是，那吕氏手段阴险，如今父亲也没了。大姐，二姐，我知道你们担心，但若是一味忍让，将来朱允文登基，我们更没有活路。我的存在，对他就是最大的威胁。是啊，早晚要撕破脸的。所以，如今我才要争。你们看着吧，朱允文，他没机会了。我能复活亲人，这就是我最大的底牌。复活了马皇后，就能拿捏朱元璋。他要是不利我，大不了我就复活外公常遇春，大舅常茂，联合舅老爷蓝玉，直接奉天靖难，反了他这个大明第一奸臣。那皇位，他朱重八给也就罢了。若是不给，哼，我朱允腾就自己夺了那鸟位，登基称帝。小弟，你糊涂了，切不可胡言乱语。怕什么？他朱重八就是在这里，我也照说不误。他要是封我为太孙，他是我爷爷；他若是不懂事，那就是奸臣朱重八。吕氏在嚎什么？被打了呗？被打了？谁打的？我呀。完了，小弟，你打他岂不是正中他下怀？他把事儿闹大，皇祖父知道了，你就惨了。不是小弟打的，记住，是我打的，此事与小弟无关。大姐，那我也打了。大姐、二姐，你们不用争，这事儿就是我干的，怕什么？区区吕氏，打了就打了。我朱允腾憋屈了10多年，就是要猖狂一把。妹子，你看看，这混账小子下手也太狠了。允腾，你打吕氏了？打了？咋了，奶奶？打轻了，要不我再补几下？混账东西，她是你母妃，你怎么能下如此狠手？狗屁母妃！我母妃是开平王之女常氏，她吕氏也配。你还来劲了！你当着咱的面也敢动手，反了！你要造反啊！把我惹毛了，造反也不是不行。蠢货，竟敢在陛下面前说造反，这下谁也救不了你。你这个不孝子孙，你居然敢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言论！
你真以为咱不敢把你怎么样是吧？朱重八，我就赌你不敢把我怎么样。疯了！你这个混球，反了天了！你爹也不敢这么跟咱说话，一口一个朱重八，你眼里还有咱这个爷爷吗？我眼里就我奶奶马秀英。至于你，这10多年我被吕氏欺压养废，你何曾管过？爷爷，呸！重八，行了。允腾这些年怨气憋了一肚子，你自己反思下。腾儿，打人不对，凡事要讲证据，你这样只会对你不利。奶奶，道理我都懂，可这些年他怎么对我的，我心里清楚。允腾说的都是真的。母后，臣妾不敢啊！我一直把允腾当亲生孩子待。住口！你这毒妇，我娘和我大哥的死都和你脱不了干系。行了，吕氏，你若做了，迟早会查出来。今日之事就此作罢。另外，自今日起，允腾和江都、仪伦去坤宁宫和我住。妹子，你太惯着老三了。这孩子从小不容易，你这个当爷爷的不过问，彪儿那个亲爹也忙得不关心，一个后娘管着，他心里有怨，不是没道理。关键他对咱也太不客气，到现在一句爷爷没喊，一口一个朱重八，还要造反。我啊，倒是很喜欢他这性子，有4分像玉春，倒有6分像你当年。妹子，这就骂得太难听了啊！我哪有他这么混账？别说，还真有点像。其他孙子都把咱当皇帝，敬畏有加，就这小子，没把咱当皇帝，也没把咱当爷爷。不过，咱可不会对这小子低头。你呀，有时间说说他，想当太孙，这性子总得改改。行了，你去忙吧，晚点他来了，我给他说说。你们去玩吧。允腾啊，你对你爷爷意见很大啊，这样不行，你还是跟他低个头，缓和一下关系，将来奶奶也好帮你。低头？不可能，我又没错，干嘛低头？你俩就这么对着干，太孙之位怎么给你？他不立我拉倒。你低个头，奶奶支持你，这皇位不就板上钉钉了？绝不低头。奶奶，不行，咱们造反吧！我拥立你为女皇，你只要大手一挥，满朝文武谁敢不从？以后你再传位给我。我这孙子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啊？儿子造爹的反都不在少数，孙子造爷爷的反咋了？奶奶，你不是怕了吧？孩子，我是皇后，怎么能造反？再说了，你是皇孙，孙子造爷爷的反，这也不像话呀！我怕他朱重八。不是奶奶跟你吹，他打天下时我就是后面的主心骨，那些将领敢无惧生死，就是因为信得过我马秀英。所以啊，奶奶，您在文武百官心里地位比爷爷高，您只要想当女帝，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儿？你这个家伙啊，奶奶没那么大的野心。你想上位，倒让奶奶给你去当垫脚石，这不是主要皇上太过分了吗？他宁可把朱允文那个庶出扶正，也不愿意立我，我能不做好最坏的打算吗？你呀，只要能力不错，品行端正，奶奶保证你就是未来的继承人。我能力和品行没得说，奶奶你还信不过我？总之，造反这话以后不要再说了。一家人造什么反，不怕伤了你爷爷的心啊？能伤他心，那我以后经常说。妹子，吃，多吃点。老天待我不薄啊，又让你死而复生，感谢老天，谢谢列祖列宗。喂，什么老天，什么列祖列宗？是我让奶奶复活的，要感谢你谢我啊，跪老天有什么用？你说的也对，是你复活咱妹子的，咱应该谢你。那给你跪一个也行。兔崽子，你不怕天打五雷轰啊？我怕什么？我这次活过来确实是允腾的功劳，你谢天谢地就是不给允腾面子。谢谢你啊，但是你让咱给你跪也太过分。哦，没事，不跪我，以后有的是人让你跪。啥意思？这天下还有谁能让咱朱元璋跪的？当然有。
还不止一个呢。你说，你要是说出来，我就当你是小祖宗。你爹娘，我高祖父高祖母，你贵不贵？咱爹娘都死多少年了？那我要是以后把他们复活了呢？把咱爹娘复活？系统说了，有血缘关系的都能复活，他爹娘当然也行。你不是开玩笑的吧？你要是真能把咱爹娘复活，咱给你跪一个也不是不行。我也不敢说100%，总之有希望。那什么，允堂啊，以前呢是爷爷有些疏忽，咱要不就对吧？你要是实在不想道歉，就算了，别勉强自己。陛下、娘娘，皇次孙允文殿下求见。不见，让他滚。允腾，允文来，或许有事。对，让他进来。吃个饭都不让人省心，叫他进来恶心谁呢？允腾，你别这样，说到底也是你兄长，你如此这般就有些过分了。讨厌就是讨厌，难道我也要装作和他兄友弟恭？虚伪不虚伪？你呀，这些地方你就不如允文。之前你爹去世，你看允文哭得几度昏厥，你呢，敷衍一下就去睡大觉。我为什么要哭？哼，你爹死了你不哭？我能复活他，我哭什么？哼，你看好的朱允文，不过虚伪而已。不信你看，他待会儿进来，绝对会说我打他娘这事儿他不计较，来显得他宽厚仁善。你别把人家允文说的那么不堪。皇次孙朱允文见过皇爷爷陛下，见过皇祖母殿下。允文，这么晚了，你来有事？回皇爷爷，臣孙此来是希望皇爷爷和皇祖母不要惩罚三弟。虽然三弟打了母妃，但母妃虽然伤心，却也不想他受到责罚，所以特让臣孙来求情，万望皇爷爷不要责罚三弟。母妃说他无大碍。说得好，说得太好了。你娘是不是还让你表现得大度一些？好显得你对我这个弟弟非常迁就和耐心。行了，允文，你回去吧。次孙允文，告退。看看，真是戏精啊！靠演技差点坐上太孙之位，不服不行。就算他虚伪，但也不能彻底否定人家。你看看你，吃饭一点规矩没有？无德行的爷爷，有个没规矩的孙子不是很正常？你朱重八当年不是农户家的皮娃子，放牛娃当了皇帝，当年就不是放牛娃了，搁这装啥呢？咱当放牛娃咋了？放牛那也是技术活。哦，那你当和尚怎么解释啊？和尚咋了？比放牛还技术呢。那你还当过乞丐呢？兔崽子，有你这么戳肺管子的吗？妹子，这你可不能拦着，我非得打他一顿不可。朱重八，你敢打我？你不行啊，追不上拉倒吧。哎呀，气死我了！你个混账东西，有种别跑！来人，给我把这个兔崽子抓起来，咱要把他吊起来打。好，皇爷爷果然被激怒了。朱允堂，你死定了！参见皇后娘娘，参见皇后娘娘，参见陛下，参见陛下。把那兔崽子给咱抓住！红八，你多大了？跟孙子瞎折腾！你说允腾没规矩，我看你也没个正形。就是，老不正经。也罢，孩子有怨气，就让他出出气，拿下打打也好。早该如此。我说的是把朱重八拿下，让允腾打他出出气。来人，奉娘娘懿旨，把陛下拿下。陛下，娘娘懿旨，臣不敢忤逆，对不住了。郭英，你敢？咱是皇帝，你要反啊！皇后娘娘说的，臣也没办法呀。重八，孩子心里有怨气，你就该让他出出气。打完了，你们还是爷慈孙孝的爷孙俩。妹子，孙子打爷爷，这忤逆之事传出去，允堂名声更差了。再说，他也定然下不去手啊。你干什么？你真打呀？哎呦！爷爷，疼不？疼啊！哦，那我再用力点。兔崽子，你是真不怕天打雷劈呀？啊！哎呦！哎呦！啊！让你不关心我！哎呦！别打了，让你扶正吕氏！哎呀，真疼
让你立朱允文为储君。差不多行了，让你穿个红裤子，这也打？臭小子，别太过分！妹子，你看看他，我是不是进来的方式不对？没看错，是真的。大逆不道，朱允腾，你这次死定了！朱允腾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打爷爷！你大逆不道，忤逆犯上！来人啊，来人！看到没？这朱允文坏得很，他要把你挨打这事儿到处传开，让你丢人。朱允文，回来！皇爷爷，朱允堂犯上作乱，孙儿岂能坐视不理？好了，这是误会，是你皇祖母让他打，也是咱同意他打的。啊！行了，此事不可传开，你回去吧。是，皇爷爷。你们也回去吧。臣等告退。臭小子，这下心里舒坦了？舒坦了。要是再打一会儿，更舒坦。以前是爷爷疏忽你了。说吧，打算怎么处置吕氏？处置他？当年的事没有证据，她毕竟是你父亲的妻子，咱看在彪儿的面子上，不好轻易动她。那你准备什么时候立我为太孙？立你为太孙？这事儿咱还得慎重考虑。咋的？你还要立朱允文不成？就算你说的是真的，但咱老实说哈，你好像也没好到哪儿去。毕竟你那10几年的坏名声。好，人心中的成见果然是一座大山。你心里认可朱允文，就怎么都觉得他比我好是吧？允腾去哪儿？回寝殿睡觉，明天一早出宫。出宫干嘛？出宫回外祖父家，和舅舅们商量下，找个时间造反。你瞅瞅这混小子，看来咱这顿打是白挨了。妹子，咱都60多了，你还跟当年一样，就好像做了一场10年的梦。梦醒了就好。说实话，允腾有这逆天的本事，咱本该直接立他。可你看他今天的性子和做派，咱怎么敢啊？我倒是觉得，允腾只是颠了些，狂了些，没规矩了些，但能力肯定比朱允文强。今天发生的事太多了，咱再看看，再看看。有本启奏，无事退朝。陛下，册封太孙的大典，您看是不是再选个日子举行？此事不急，皇后归来是好事，立储君之事以后再说吧。以后再说。皇爷爷动摇了，难道是因为朱允腾真有那死而复生的能力？陛下，立太孙之事已昭告天下，突然搁置，怕是难安民心，难定国基呀。不急，昨日允腾说的有道理，储君之位必是无可争议之人，无论是允文还是允腾，目前都有待考量。陛下，皇四孙允文殿下宽厚仁善，绝对是毫无争议的人选。至于那皇三孙允腾，一言难尽啊！去你妈了个巴子！被迫说老子坏话，我他妈叫你一言难尽！哎呦！二哥，我拦不住了，我也想上去踹这老东西。你给我老实点，你去打像什么话？朱允腾，住手！你把这大殿当菜市场了！这老匹夫如此辱我，夸朱允文就算了，还说我一言难尽。好，我今天就让他看看我到底有多不堪。你来大殿干什么？咱这儿议论朝政呢。他朱允文能来，我朱允腾如何来不得？老东西，满口仁义道德，结果你把一个庶出子夸上天，眼睛瞎了！呸！臭小子，这是连咱一起骂了。朱允腾，你在大殿之上就敢打大臣，简直胆大妄为！咋的？你也想挨打？好了，允腾，咱给你同参军政事的权利，也可参与早朝。哦，连句谢恩的话都没有。谢谢爷爷。你舍得叫咱爷爷了？那咋的？还是叫朱重八你开心点儿。滚！兔崽子，退朝！臣等告退。舅舅、舅公等一下。允腾见过舅公、二舅、三舅。皇孙不必多礼。晚点去了开平王府，
看你们还叫不叫我皇孙？舅公，一起去。好，好，好，一起去。云腾，你去开平王府干啥？还能干啥？你不立我为太孙，我只好奉奶奶之命，出宫密谋造反啊！这密谋好大声啊！皇次孙，这皇三孙把我打成这样，陛下竟不管不问。你没看他说去密谋造反，陛下都没吱声，打你又算什么？我看皇爷爷对他如此容忍，必然是因为皇祖母的复活。殿下，你也信皇后娘娘复活和皇三孙有关？我母妃不信，我也不信。这个朱允腾几斤几两，我们最清楚。我看皇祖母复活另有蹊跷，只是被他知道了什么。那殿下您打算？不着急，陛下说了短时间不立太孙，我们就等着。等时间一久，他没有再复活任何人，谎言就不攻自破了。到时候我就逼他复活我父亲，看他办不办得到。允腾，三舅等你崛起，等了多久了？允腾，你娘的死真的和吕氏有关？8、9不离10。我把你娘当亲生女儿一样疼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我蓝玉现在就去宰了那吕氏。对，杀了他，给我姐姐报仇。不急，吕氏要留给我娘自己收拾。对了，你说奉皇后娘娘之命来密谋造反，说给爷爷听的，点他呢，白高兴。也不是不可能，他朱元璋要是不懂事儿，我要造反，奶奶还能不帮我？你们说，朱重八过不过分？我娘才是太子妃，她转眼就把吕氏那贱人扶正，当初我就100个不满意。呸！你们爷爷太过分了。咱们小点声，陛下确实不是人。朱允文算个啥？妾生的，他也配当太孙？他要敢当，我第一个不服。要我说，陛下真立朱允文，咱们就造反。大家都小点声，造反之事是该计划起来。这些年，他朱重八就没在乎过我，说不准就是不想我这个淮西一脉的皇孙继位。那姓朱的太毒了，早看出他对咱们有意见，让人寒心。终究是乞丐出身，这心眼子，这格局，爹当年瞎了眼才帮他打天下。允堂，推翻你爷爷吧，二舅都有点受不了。他们在密谋造反。他们不是密谋，是大声谋。内容呢？臣不敢说，他们全程都在骂您，一共骂了97次。不是，你一个皇帝，怎么还搞背后偷听这套？像话吗？你还好意思说咱？丁，任务发布，行刺朱元璋，任务完成，可随机复活1名亲人。尼玛，狗系统玩这么大！臭小子，怎么了？密谋出啥结果没？准备啥时候造反啊？懒得理你，走了。等一下，你奶奶嘱咐，让咱给你派个人。杀人。卑职黄毛拜见陛下，拜见皇三孙殿下。黄毛，以后你就做允堂的贴身护卫，是你奶奶非要咱给你挑的，说你这德行往宫外跑，容易被刺杀。好家伙，系统让我行刺他给我派保镖，怕我被行刺。哦，还是奶奶想的周到。以后你就好好的保护皇三孙，只听他一人差遣。咱说的话听到没？陛下，卑职现在只听皇三孙的。人才啊！三爷有何吩咐？出去等着。是。这个黄毛什么底细？看起来不太聪明。别小看他，武功1顶1的厉害。他脑子不好，就是当年练功练傻了。练功还能把脑子练傻了？走，出去，让你小子亲眼看看。来，郭英，挑10个能打的出来。是，黄毛，你跟他们打。黄毛，跟他们打。遵命。我来会会你。
信了，信了，我信了。怎么样，厉害吧？确实厉害，智商换的。老天给他关了2扇窗，又给他开了1扇门。关了2扇窗，除了脑子还有啥？颜值。这不是去密谋造反的三孙吗？回来了。奶奶，您可是主谋。对了，谢谢奶奶，黄毛这家伙挺不错。什么黄毛？我倒是想给你物色个护卫，但还没定下呢。是你爷爷打我的旗号给你的吧？哼，他还真是嘴硬啊。你跟他一样，嘴不也硬？起码这事儿能看出你爷爷是关心你的，他在向你低头呢。我倒希望他别关心我，别低头，不然我这行刺任务还怎么做？殿下，您愁啥呢？没事，就遇到一个困难。殿下有任何困难，只需要告诉卑职，刀山火海，卑职也一定做到。我在纠结要不要把我爷爷干掉，你能帮到啥？你还能去把我爷爷给……卑职遵命。等一下，你回来，你去干啥？殿下，我去把陛下干掉啊！你就这么去？别冲动，坐下。是，殿下放心，卑职不冲动。今晚卑职穿着夜行衣去刺杀，这样就没事了。我就随口一说，你怎么当真了？卑职明白了，这件事跟殿下无关，是卑职自己要刺杀陛下。不是，你听我说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事都不准做。还是殿下想得周到。放心吧，殿下，您的命令我懂。你笑什么？你是不是误解了什么？黄毛，我告诉你别乱来啊！不是殿下您说的吗？完了，跟他解释不清了，我爷爷的命现在很危险啊！你怎么把夜行衣换上了？你想干什么？我说不准刺杀我爷爷。好，殿下，卑职听您的。殿下，这是一只强弩。老子认识，你带这玩意儿干啥？作为一个护卫，身上有把强弩，不过分吧？诚如殿下所见，这是一只飞镖。你他妈身上到底有多少东西？搜身！你是真虎啊，藏了这么多家伙事儿。殿下不愧是殿下，居然把我身上1小半的武器都找到了。1小半？这天下哪有你杀不了的人啊？殿下这下对我放心了，那卑职去也。滚回来，给我老实待着！我没打算杀爷爷。卑职信。不过殿下，如今局势对您不利，您只有杀了他，联合皇后娘娘，才能顺利登基。坏了，爷爷今晚睡不踏实了。不对，是我睡不踏实了。咋了这是？晚上不好好睡觉干啥去了？你看人家允文多精神。我一晚没睡好，为谁啊？还不是为了保你狗命，朱重八。你个兔崽子，你能不能对你爷爷尊重点？这要是换别人，咱给他全家都杀了。我不一样，我们给你全家复活喽。别生气，亲孙子，像我。好三孙，你说熬夜给咱保命啥意思？难道爷爷就喜欢被这样忤逆？那我也试试。我昨晚有种不好的预感，总感觉你会遇刺，所以一夜没睡，警惕着呢。你在坤宁宫，咱在乾清宫，有人刺杀咱，你还能知道？我当然知道，要刺杀你的人就在我门口被我盯着呢。陛下，臣听说之前皇三孙把太子妃打了，此事已传遍京城，有损皇家颜面呐。谁说的？此事乃是家事，咱已处置，尔等不要多问。皇爷爷果然喜欢这种调调。
该我表演了。朱重八，你过分了！朱允腾如此乱来，你还要保他？你老糊涂了！你再这样，我可就要造你的反了！完了，这傻子学谁不好学他，我们还怎么弹劾朱允腾？朱允文，你疯了！朱重八，今天我朱允文就要为我娘讨个公道，你如此偏心，也得给我认错！皇次孙朱允文离心离德，不敬皇祖，自今日起禁足东宫1个月，屡试教导无方，罚其入奉先殿吃斋念经1个月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可以，我就不行？陛下，臣弹劾皇三孙朱允腾，其忤逆犯上，殴打母妃，目无陛下，请陛下严惩，否则无以正朝纲。若陛下不惩，臣今日就是死也要弹劾。匹夫，安敢欺我三爷，找死！他说他想死，三舅，成全他吧。没事，都退下。不是，你管这叫没事儿？长森，你大胆，竟敢在奉天殿上杀大臣！陛下，此人污蔑皇孙，死不足惜。陛下，武德侯如此行径，无视国法，请陛下判死罪。请陛下判死罪。人是我让武德侯杀的，不如各位把我判死罪。允腾，你别掺和进来。我说了，人是我让他杀的。你真以为咱不敢把你怎么样？你看看你，哪有半点皇族该有的样子？我争什么？我又不会像朱允文那样，把自己伪装成一条哈巴狗。我朱允腾就是我朱允腾，不会为了得到什么就摇尾乞怜。你想让我活成你希望的样子，做梦！咱不跟你计较，但你在朝堂杀大臣，罪无可恕。来人啊，把长森拖出去，杖50，狠狠地打！我看谁敢动手！太好了，朱允腾，你想干什么？今天长森，我朱允腾保定了。你想打他，不可能；杀他更不可能。我朱允腾要保他，阎罗王也带不走。我说的。来人，打！我看谁敢！伯英，你要抗旨！陛下，那群禁卫军都说人不舒服。好，好，好，你们都长本事了。锦衣卫呢？蒋环，把长森拿下。蒋环，我未来可是皇帝，以后跟着谁，现在该听谁，心里有数吧？混账！咱什么时候说你是未来的皇帝？我是不是皇帝，还用你说？反了，反天了！今天这长森，咱非罚不可。来人，朱重八作乱，快去请皇后娘娘前来镇压。你拿你奶奶来压咱，你就说压不压得住吧。拜见皇后娘娘。你还真是以为对了，咱还真就是听咱妹子的。你刚刚可不是这么说的。朱重八，你又在搞什么？做什么妖？妹子，你听咱解释，是允腾。皇后娘娘赐死罪，重大臣言，臣孙忤逆犯上，该当死罪。三舅为我出头，失手杀了人，陛下和众大臣也要处死我们。臣孙自知无法辩驳，甘愿领罚，请皇后娘娘赐死。俺也一样。这小子还演上了，冲咱来的。允腾，胡说什么呢？谁敢赐你死？他朱重八敢动你，我跟他没完。妹子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咱没打算赐死允腾啊。哦，你看看允腾，都被你逼成什么样了？他之前可不是这样的。允腾，你说，咱是不是没说过要赐死你？啊，对，没说过，都是我的错觉，我错了。你不能这么说啊，这不成越描越黑了吗？你们说，
臣等皇后。陛下，臣等武将不善言辞。全反了！都退朝吧！来，朱重八，跟我回坤宁宫。你少说2句吧，我被你害惨了。刚刚弹劾我的，老子都记住了，来日方长，慢慢收拾你。黄三孙，做人不可太混，身为皇室，言语粗鄙，如何跟黄次孙比？真是缺少管教。哦，我那好二哥刚才骂陛下，骂得不粗鄙，他书读的可多。詹御史，您看看我这拳头，大不大？大。哎呦，庶子无礼啊！大家以前肯定都听说了，我的名声很坏。终于要洗白自己了。我朱允腾虽然名声很坏，但我本人实际上更坏啊！所以，在场的各位都给我听好了，我朱允腾要坐这个位置，谁也拦不住。三爷坐在龙椅上的样子真帅啊，得劲儿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三爷坐上去，我就有种想跪下的冲动。黄三孙殿下，我支持您。当年开平王对我有提携救命之恩，我张龙这条命都是开平王的，愿为三爷肝脑涂地。我也愿意，我也愿意，我支持。重八，你还不了解我，允腾那点小把戏，我还能看不出来？知道你还帮他，可怨死咱了。我不配合他，他有的是鬼点子跟你折腾。你一个皇帝跟孙子折腾，还老吃亏，像话吗？再说了，你不觉得允腾这样才能震慑那帮虚伪的臣子？他这样搞，名声也差了呀。名声是虚的，他只是行事狂了点儿，人品没问题。重八，我死过一次，更明白亲情的重要。比起那些规规矩矩的皇子皇孙，我更喜欢这个跟咱们没大没小的允腾，这才像一家人。你走后，咱确实变得冷血了。这2天受的气是多，但还挺踏实的。陛下，娘娘，咱走了后，那臭小子没耍威风吧？也没什么，黄三孙就坐了下龙椅而已。啥？他都坐咱龙椅了，还当着百官的面？是的。妹子，你看看，哪有这么胆大妄为的人啊？咱彪儿都不敢坐，他一身反骨啊！你亲孙子坐下怎么了？消消气儿，晚上让允腾过来一起吃饭。行刺老朱，这可干不出来啊！黄毛，黄毛，殿下，您找黄护卫，他刚刚还在呢。去换了套衣服就不见了。换的什么衣服？好像是一身黑色的。我操，不好，这傻子！行刺朱元璋任务开始执行中。黄毛，你可别干傻事儿啊！这还治什么？反正是死人一个了。完了，全完了！朱元璋死了！爷爷啊，你怎么就走了呢？你死得太突然了！爷爷啊，你死得好惨啊！虽然你这些年挺不是东西，对我一点都不好，但你毕竟是我爷爷啊。不过还好，我应该能复活你。这么一想，好像也没那么伤心了。你干啥？爷爷死了，你说我干啥？你没死啊？盼着咱死呢，一进来就哭丧。真没有，我听太医说死人一个，我以为你那啥了。对了，黄毛呢？那儿呢，被拿下了。咱问你，黄毛为何要行刺咱？是你让他杀咱？这是个误会，这小子脑子不好，把我的意思曲解了。咱不听你解释，现在事实摆在眼前，你说怎么办？不如把黄毛拖出去斩了。不行，那你替他受过。好，朱重八，这么玩是吧？行，要杀要剐随你，反正我死了，你就别想复活我爹我娘和你爹你娘了。殿下，没想到您为了我宁愿自己死，卑职太感动了。
您放心，今天虽然失败了，若不死，下次我继续。你消停点吧。哼，你听听，还说和你没关系。你说咋地就咋地吧，心累。滚滚滚都滚！咱这辈子还没几个人能拿捏，你奶奶一个，你现在也是一个，真是咱欠你的。行刺朱元璋的任务第一次进行失败，请继续努力。失败还能再来？等等，行刺不是刺杀，是不是只要伤到他就算成功？允腾，你拿这么大把刀干嘛？没什么，爷爷，我看您指甲太长了，我给您修下指甲。行刺朱元璋任务开始执行。陛下，我来给您修指甲。咱指甲用不着你修，修指甲也用不着这么大一把刀吧？您是陛下，就得大刀修指甲。别跑啊，我亲爱的爷爷！兔崽子，你真想刀了咱啊？大逆不道，你不怕天打雷劈呀？侯爷，要不要阻止？你怎么知道他们爷孙不是在闹着玩儿？这能是闹着玩吗？你俩脑子不好吧？这么笨也能当官？那我也行。我看到了什么？上次是鞋底抽，这次是提刀砍。完了，这个世界太颠了。你们没看到吗？看到了，爷孙俩玩得挺开心的啊。你管这叫玩？皇三孙给陛下修指甲呢。你管这叫修指甲？好了好了，大晚上不睡觉，干什么呢？这是。妹子，允腾疯了，他非要给咱修指甲，这是要砍了咱啊！奶奶，我也不想啊，实在是有苦衷。什么苦衷？没法说。总之，我必须要行刺爷爷，但不会要他命的。如此说来，那重八，你就让允通行刺吧。妹子，亲妹子，你这是啥话？行刺失败。算了，行刺之事下次再说吧。还有下次？你还想有下次？皇爷爷、皇祖母、三弟他这是弑君啊！你们能忍，孙儿不能忍。先别说允腾弑君，朱允炆，咱是不是罚你禁足东宫1个月？你怎么在这里？我担心皇爷爷安危，可禁足和弑君比，让你禁足，你说跑就跑，越来越不听话了。不公平！他拿着刀砍你都没事，我只是骂了你一句就被禁足。公平？你一个庶子，这些年过得比我这个嫡子还好，差点当了太孙，现在有脸说不公平？看来是你娘没把你教好。这样吧，你和你娘都去奉先殿，在你父亲牌位前反省。妹子，今晚就在乾明宫睡吧。啊！砍死你个朱重八！臭小子，又来！你到底给皇爷爷灌了什么迷魂汤？他现在如此不讲道理，如此纵容你。说你笨，你还不承认？你要是当了皇帝，4年就得把帝国败光，一点不冤枉。你胡说什么？我要是当了皇帝，必然稳坐江山。哈哈哈哈！你娘生你时，把你脑袋夹了吧？哈哈哈哈哈哈！这笑话你听懂了没？但是不笑就显得我没听懂。允文，你怎么来了？娘，一言难尽。我现在有个更重要的问题。你说。娘，我出生的时候脑袋被夹过吗？没有啊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没什么。朱允腾说我出生时脑袋被夹了，没夹我就放心了。我儿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
刺杀陛下，他都这样了，陛下还能容忍？不对，这里面肯定有什么秘密。什么秘密？你想，朱允腾说母后复活和他有关，是不是就因为这个，陛下和母后才对他如此宽容？可是娘，若是皇爷爷还是要庇护他，那你我就携太子灵位，上奉天殿，哭诉不公，看他朱元璋在彪儿的灵位前如何偏袒。你小子来真的！哈哈哈，上当了！刀上有毒，皮肤触碰也中毒。毒死不可能，会让你拉肚子，还是没成。走了。没成！你个混账东西，害苦了咱饶不了你！别说了，拉去吧。刺杀陛下，形同谋逆。待会儿等朱允汤来了，我定要指着他鼻子弹劾。就算我死了，也能千古留名。他朱允汤则是遗臭万年。似这等狂悖之徒，我不收拾，谁收拾？是皇三孙殿下呀，早上好啊，您吃了吗？不是要弹劾我？继续说，我有在听呢。弹劾您？谁敢弹劾您，我就弹劾他。皇三孙殿下，您一表人才，二目有神，三擦兼备，四方精重，五福俱全，六六大顺，七窍玲珑，八面威风，九五之尊，十分惊人。停。其实，我还是更喜欢你一开始那桀骜不驯的样子。这是要干什么？还有谁要弹劾我？哎，三爷，哎，三爷，各位大人们，该进殿了。刚刚都在说什么？这么热闹？陛下，老臣听闻，皇三孙朱允堂刺杀陛下，可有此事？允堂刺杀咱怎么不知道？国英，昨晚有人刺杀咱吗？啊，昨晚刺杀陛下，没听说过啊。爷爷，您可得为我做主啊！这群文官必然是受人挑唆，才会如此诬陷我。等等，你说就说，上来干什么？你背后藏着什么？偷袭！畜生啊！防不胜防！混账啊！混账啊！爷爷，这次真不是故意的，没事吧？你是真想要咱命啊！咱忍无可忍了！恭喜主人完成行刺任务，已随机复活主人一个亲人。成了，爷爷，成了！什么成了？你小子到底在搞什么鬼？今天必须说清楚！我明白了，行刺未必要死，但必须要造成伤害才算。所以，谁复活了？这他娘的就是你说的成了？不是，不知道哪去了。儿媳先太子之妃吕氏拜见父皇陛下。孙儿朱允坟拜见皇祖父陛下。吕氏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把彪儿的灵位请上奉天殿，想干什么？父皇陛下在上，太子灵位在前，我吕氏深感不公。允腾一番话语就将我打入地狱，否定了我这些年的付出。如今儿父在太子灵位前，请父皇陛下定罪。皇祖父三弟辱骂殴打您都能忍，孙儿不过失言，却被禁足，何其不公！感人，实在是太感人了。说了这么多，你想要什么？讨个公道，求个公平。爷爷，人家就想讨个公道，您给他们啊。好，是咱有些不公了。吕氏、允正，你们不用去奉先殿思过了。父皇，这一切都源于朱允痛的污蔑，请父皇严惩朱允痛。毕竟，我才是陛下册封的太子妃，是他的母妃啊。太子妃，在本宫面前，你是什么太子妃？你是允嵩的母妃，那本宫又算什么？大姐，外甥女，好啊，咱儿媳回来了。
云容，我的好儿媳。父皇、母后，嫡媳常侍云容拜见二老。父皇、母后，我似乎是被我儿允腾复活，他在哪儿？儿主允腾拜见娘，当年让娘受苦了。我儿允腾都这么大了，娘没有受苦，是娘对不起你，只陪了你几天。娘，您回来了，以后允腾都会陪在您身边。谁说自己是太子妃，要求惩罚我儿？本宫问你，谁是太子妃？你是太子妃，可是你当初去世后，父皇也封我为太子妃了。父皇，还有此事。那什么，云容，你当年东宫也不能无人打理，所以……哦，这样，那父皇，如今儿媳回来了，既然云容回来了，她当是皇太子妃，鲁氏的继妃身份就取消吧。妹子说的在理，吕氏恢复太子侧妃身份。父皇、母后，儿媳这些年付出这么多，这身份说撤就撤了吗？给你个侧妃身份，享受了10多年，还不谢谢爷爷？这是太子他……云容，彪儿他几个月前就……不过没事，允腾能让咱们亲人复活。我儿允腾也一定能让你爹复活，对不对？对，只不过需要时间和机会。好，允腾你尽力而为，尽快让你爹复活。这个爹，这些年可没怎么管我，我没了娘，爹不疼，爷爷也不爱。你看这孩子，又说那话，说你爹就说你爹，带着咱干啥？你爹对你不好，为何？我出生没几天，您就死了，他把这一切怪在我身上，认为我的出生害死了您。他有多爱你，就有多怪我。这个朱标，我的死怎么能怪孩子？允腾，把他晾着，咱不着急复活他。话不能这么说，还是赶紧复活比较好。等他复活，看我怎么收拾他。对了，雄鹰呢？云容，都怪母后没照顾好雄鹰，他8岁时染了痘症，夭折了。什么？娘，别急，我可以复活大哥。真的？放心吧。对了，娘，你不是应该复活好一会儿了吗？怎么这么久才出现？哦，去东宫洗了个脸，换了套衣服，化了个妆。儿子，你看我这套衣服怎么样？女人啊！好，太好了！晚上咱要举行家宴。先不说家宴的事儿，爷爷，这下你总不会再立朱允臣为太孙了吧？立朱允炆为太孙，这是什么话？哪个傻子会有这种想法？想诛九族吗？谁提的这个蠢意见？父皇一代明主，怎么可能立一个庶子？皇明祖训写着有敌立敌，我儿允腾还在，父皇又不是脑子有病，怎么可能自己打自己脸？到底是哪个混账东西提的？给本宫站出来！常氏，话也不能这么说，有些情况相当复杂。请父皇长话短说。当时不是雄鹰死了，允吞又不太行，就想着立允文。不过你放心，没册立呢。爷爷，重点说说，我怎么就不行了？对啊，我家允冲宛如神人，怎么就不行了？朱重八，你说你就认个错，能咋的？所以是父皇决定的。没错，咱就是你口中那个混账东西。对不起，父皇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没事儿，咱没少被你这个好儿子骂，不差你这2句。陛下有错误想法也就罢了，你们这群懂礼的文官，竟然也不劝谏，都不是好东西。怎么听着还是在骂我？太子妃殿下，臣冤枉啊！当初我是极力反对的。去你的！我记得你当时支持的声音最大，叫得最凶。退朝！常氏，允腾，这些年来，咱有些地方是疏忽了，咱有错。父皇言重了，儿媳不敢记您的仇。你要真愧疚，就立我为太孙，别整这些虚的。你不是要复活你爹？你爹复活了也还是太子，你急什么？那吕氏呢？只是废他妃位。
你还想怎样？你说的那些没证据，咱总不能无证而罚吧？允腾，吕氏到底做了什么？那就多了。首先，我怀疑娘你的死就和她有关。我的死？我不是因为生你难产？您怀孕时，吕氏是不是天天让您喝补汤、吃补品，还不让您出门运动？是啊，她那时对我关怀未知。坏就坏在这里，孕妇使劲补还不运动，胎儿过放，可不就造成难产？所以她那时的关心全是阴谋。人心隔肚皮啊，娘！娘，我跟你说，这些年他……吕氏，好个吕氏！常氏，冷静，这事儿咱在调查，一旦查实，咱让整个吕家灭门，给你一个交代。父皇、母后，我难产和熊毅的死暂且不论，但允腾这些年受的委屈绝对是真的。如今儿媳归来，自然要给我儿讨个公道。今日我就要正位东宫，肃清门风，臣父先行告退。这风风火火的性子，跟他爹玉春一模一样。怎么了？我就觉得挺好。哎，允腾，你要去哪儿？我当然要去看热闹。嘿嘿嘿，吕氏这把惨喽！吕氏，你倒是还摆不正自己的位置。太子妃，若没什么事，我先回去。等一下，回到东宫，关起门来就是家事。我身为太子妃，如今太子不在，我就是这东宫之主。不知道太子妃要处置什么？这些年来，你主持东宫，对我儿虐待有加，意图将他养成废儿。太子妃，绝无此事。你的意思是，我儿会冤枉你？若你儿子说我虐待他，你信是不信？认了，那就好。来人，将吕氏杖30。你要打我？我好歹也是太子侧妃，你凭什么打我？杖40。太子在时，也从未惩罚过我，你没资格。杖50。你敢下令，谁敢动手？你是太子妃又如何？这10多年，我才是东宫女主人，他们只认我。哦，是吗？来人，在。这几个狗东西，敢不听太子妃的话，杀了吧！是。不要！拖出去！这是东宫，谁敢动刀？哼，我没动刀，我动的是剑。娘，你说账多少来着？50。账50。好嘞。我可是太子侧妃，你一个护卫敢打我，你不要过来啊！黄毛连我爷爷都敢砍，还怕你？放开我！本宫乃东宫正位太子妃，自今日起，东宫一切事宜由本宫负责。遵太子妃令，把吕氏按住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打！太子妃，求求你放过我娘吧！你娘这些年对我儿所为，你比谁都清楚。若我像她一样对你，又当如何？太子妃，高抬贵手吧，50杖，我娘会死的。黄毛，20杖。吕氏，从今往后，你给本宫夹着尾巴做人，要明白，谁才是东宫的女主人。是，妾身明白。一个死人
不知道用了什么妖术活过来，就如此耀武扬威。贱人！娘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唯一的机会，就是发现朱允腾复活人的秘密。只要破解，他们或许会再次变回死人。到时候，就说朱允腾用邪术祸害皇室，我会让吕家去查，不惜一切代价。那我呢？你要努力，超越朱允腾，尽快恢复皇爷爷对你的重视。我会的。陛下、娘娘，秦王政、晋王昶、燕王狄、周王述已率先入京，让他们不必休整，第一时间入宫。儿臣叩见父皇、母后。好了，都起来吧，你们母后在这里呢。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你们也该按规矩去东宫拜见一下你们大嫂。母后，我们好不容易见到您，想多陪陪您。时间还长，去吧。就她，大嫂，母后这是咋了？还特意让我们来拜见？就是，你看我待会儿给她好脸色不？哼，我待会儿要是叫她一句大嫂，就算我朱棣没种。那个，你们都不叫，我也不叫。拜见大嫂。不是说不叫大嫂吗？又耍我。拜见大嫂。你们变化太大了，我都快认不出来了。都起来吧。大嫂，太神奇了，您和母后居然都活了。允腾，听说母后和大嫂回来都是你的功劳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？哎呀，一般厉害，一般厉害。合着你以前都是装的，隐藏的太深了。低调低调。实不相瞒，我朱允腾就是有通天彻地之能。你这孩子，在叔叔们面前收敛点。可不能收敛，因为有些事，我不得不说啊。哎，此乃天机，本不该泄露，可又事关我3个叔叔的生死，不可说，不可说。三侄儿，你有啥就说说呗，二叔求你了。二叔，您洪武28年将死，您在秦王府滥用私刑，割人舌头，埋血冻死，还私藏5爪龙床龙袍，这些作孽之事，让您寿元不足3年了。啊！三侄，殿下如何破解呀？我不想死啊！从今以后，多行好事，积德行善，或可延长寿命。多谢殿下救我。三叔，你洪武31年将病逝，你是不是经常头晕脑胀？以后脾气收一收，少吃油腻，多吃素菜，多运动，保你活到寿终正寝。多谢三侄救我。允腾，你给四叔看看。四叔，你也是在作死，性命堪忧啊！因为你想造反啊！三侄可不能乱说。哦，那四叔可否告诉我姚广孝是谁？他当年送你一顶白帽子是什么意思？三侄救我！你回去把那黑衣和尚干掉，我帮你保守秘密，收敛野心，自然相安无事，否则死无葬身之地。四叔明白了，三侄真乃神人也。三侄儿，您给五叔也看看。五叔，您不用看啊，我直接没救了。想什么呢？您没事，安心研究您的草药医术，将功德无量，千古留名。我到底生了个什么儿子？什么？让他们去拜大嫂？他们不仅跪拜大嫂，还给侄子下跪，拉都拉不起来，这像话吗？什么？他们宁可给朱允腾那个小畜生下跪，都不愿来看我这个嫂子一眼，这像话吗？三位叔叔，切记，我对你们的提醒非常重要，只要听进去，自然相安无事。三侄儿，二叔一定听你的。哼哼。允腾，你到底跟他们说了什么？天机不可泄露，娘，
你就不要问了。罢了，明日你陪娘出宫，去一趟娘家。好，我陪娘回去。怎么了？回殿下，前方有兵马司官兵拦路，说是忠诚兵马司的指挥使在办案。兵马司，一个6品芝麻官，好大的胆子！黄毛，站住！忠诚兵马司于大人正在办案，回避！好大的官威，连宫廷仪鸾都敢拦。莫说是宫廷仪鸾，就是皇子一驾也照样拦着。我们大人可是当今于妃的父亲，当今的国丈大人。朱重八的老丈人，真不要脸！来人！哼，国丈，他也配？畜生啊！看上人家小姑娘，几天前就把人家爹打死了，现在还他女儿是宫里的妃子，谁敢惹啊？任务发布：斩杀于妃妇女，可随机复活一个亲人。于妃妇女都得死。哪里来的混账小子，滚！杀了！你是何人？狗东西，赶紧滚，否则要你狗命！大胆，死！来人，来人啊！我告诉你，我是当今于妃的亲爹，你敢动我？你就是把朱元璋叫来了，他也不敢拦着我杀你。你不能杀我，陛下会让你诛九族。那如果我是大明皇孙朱允腾呢？皇孙殿下，饶命，饶命啊！这些年你做了多少恶事？你女儿又是如何包庇你的？殿下，他草菅人命，他女儿也多次威逼官府，包庇他。这对妇女都不是好东西。好，很好。殿下，我们是一家人啊！殿下，你也配？各位，等我好消息，我进宫斩了那贱人。儿，你没做错，你是娘的骄傲。先不着急骄傲，进宫斩了于妃，再骄傲不迟。允腾，你这是干啥？又来刺杀咱？不是，杀别人。忠诚兵马司指挥使今日当街奸淫少女，被我杀了。得知他宫里还有个狼狈为奸的女儿，也要处置。好，该杀！不愧是我朱元璋的孙子。那就好。等等，忠诚兵马司指挥使，那不是于妃的爹吗？那他要杀的女儿，允腾，你要去杀谁？当然是杀你朱重八的好妃子。好孙儿，砍不得呀！朱重八，你还敢拦我？等我杀了那贱人，再来问罪于你。来人，把朱重八拦住！妹子，别胡闹！允腾要杀妃子，这像什么话？是啊，你之前不是也说该杀吗？那咱也不知道他要杀于妃呀，得顾及皇室颜面。这小辈杀长辈，于理不合呀。朱重八，你糊涂！我问你，是是非善恶大，还是礼法规矩大？于妃和他爹干着伤天害理之事时，合乎规矩礼法；他打着妃子旗号让他爹胡作非为时，就没损失皇室尊严。当了这么多年皇帝，你还是这么糊涂。郭英，让开！大明谁说的话最有用？当然是皇后娘娘。好，你给咱等着！皇爷爷，孙儿听说了，三弟真是大义。允文，你来得好，咱现在命令你赶紧进去。皇爷爷您放心，孙儿都懂，我马上进去。对，快去拦住你三弟，虽然不可能，但总得试试。于妃贱人，滚出来受死！皇三孙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已经将你那禽兽爹斩了，
这刀上就是他的血。你杀了我爹，朱允腾，我怎么说也是陛下妃子，你说杀就杀，我要去陛下那儿告你。你还是去阎罗王那儿告我。刀下留人，让我来。皇子先救我。皇爷爷有令，让我来杀。那你来啊？杀他？叶翠，第一次干这事儿，不行，我可以，我是最棒的。精神力，别丢份儿。废东西！陛下，突然在宫内发现一个老头在四处瞎转悠，如何处置？这也要问咱？拖出去砍了！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爷爷，杀了，死得透透的。杀了？杀了，我一刀下去，没弄死，3弟补刀的。谁让你杀的？啊？不是您，不是你下令让他赶紧来杀的吗？咱是这么跟你说的吗？不是吗？咱是让你去救人，你倒好，去帮忙杀人。好啊，真有你们的。皇爷爷，这都是应该的。我辈少年胸中满腔热血，嫉恶如仇。你给我滚下去，自领10棍子！啊，还不快滚！我懂了，爷爷是怪我错失了亲手杀人的机会。对不起，皇爷爷，允文办砸了，我应该当时勇敢一些，将之亲手斩杀他。滚下去，20棍子，滚！你就是非要他死？他非死不可。你一大把年纪了，找个女人都不知道擦亮眼睛，是人是畜生，都往后宫塞。那毕竟是咱妃子，你一个孙子杀咱女人，像什么话？还非得我杀不可？咱不跟你争，咱哪争得过你呀？你笑什么？你这个禁卫统领怎么做的？让人在宫里杀人，你还拦着咱？你是在怪我？咱哪敢怪你们啊！妹子，你才是大明皇帝。允腾，你是咱爷爷。皇宫里的治安是越来越差了，连老头子都能混到皇宫里来，你干什么吃的？陛下，臣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，宫廷守卫森严，怎么会突然冒出个老头子呢？老头子？难道是有个老头子混进宫了？多大了？侍卫说60来岁，突然出现的。他人在哪儿？哦，人啊，咱让人拖出去砍了。你，朱重八，你要成自己的杀父仇人了！咱就说吧，这重孙子把咱复活，纯属折腾人。刚活过来，一口东西没吃上，还得再死一次。刀下留人！完了，还没4成，折磨人啊！你是朱五四不？是咱啊！又咋了？这是？我是你重孙子，我叫朱允腾，是我复活你的。哎呀，你说这孩子，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？咱这饭也吃不上，复活了不是给后人增加负担？允腾，你认识他？哎呀，草民拜见陛下。起来吧。你看起来给咱一种熟悉的感觉，像咱一个故人。咱就是凤阳一泥腿子，哪能像陛下的故人呢？嘿，老家人，你别说，声音也熟悉。别说了，你上前仔细看看，看完了再跪回去。给他一泥腿子跪，咱可是天子，看就看。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草民朱五四，叩见皇帝陛下。哎呀，
可不敢让陛下回这么大礼呀。爹，哎呦喂，陛下，您可别折煞咱，您是咱爹，您是咱爷爷，您是咱祖宗。爹，您是咱爹啊！不，您是咱爹，您才是咱爹，您是咱爹，您是爹。早就说你要跪回去，非不信，这下额头都给你磕住。允腾，你爷爷搁这儿干啥呢？哦，这位是朱五四，我祖爷爷，我给复活了。爹，这怎么又来一个？咱真受不起呀，脑袋快磕晕了。爹，咱都别磕头了，起来慢慢说。爹，我是重八，朱重八呀。重八，皇上您别开玩笑，咱家那小子才15岁呢。您死的时候咱15，可现在过去48年了，咱现在63了。咱不信。祖爷爷，我是您重孙子朱允腾。重孙儿，咱知道你。等等，亲儿子不认，重孙子一眼就认出来了。祖爷爷是我复活的，潜意识里当然认识我。咱真是你爹呀？是啊，爹。您还记得小时候咱偷吃了敷面馍馍，说是您偷的，害您被娘打。还有您偷看村里周寡妇洗澡，您赖我头上，害娘教育我一晚上。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咱信了。好你个混账小子，当皇帝了，厉害呀！居然让我给你下跪，还让人拖我出去砍了。爹，您要讲道理呀，咱不知道是您呐，是您自己跪的。臭小子，都怪你，干嘛不早说？干啥玩意儿？你还想打咱重孙子？你反了天了！爹，我当爷爷的打孙子，咋还反天了？我宝贝重孙子是你能打的。祖爷爷，这些年苦啊，小时候就没妈，爹也不管，爷爷他也……臭小子，你干什么？对不起，皇爷爷，您千万别拿刺条打我啊！怎么回事？还用刺条打？朱重八，你经常打他。祖爷爷，没什么，允腾没事，晚上在被窝里哭一夜就行了。好啊，朱重八，你长本事了，亲孙子你都虐待成这样。来，老子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你六亲不认，让人把咱砍了，要么你给咱端正的跪下。祖爷爷，您对允腾真好，可是允腾怕。允腾别怕，你爷爷就是缺少管教，咱今天好好管教他。杀呀！爹，您干啥？咱现在是皇帝，你这不合适吧？咱管你是不是皇帝，跪下，屁股撅起来，麻溜的。好啊，是咱儿子重八，这打起来是这个手感。都退下吧。你小时候怎么打也不哭，这怎么一把年纪了还哭了？哭什么？谁哭了？风大，吹进沙子了。那咱继续打。好嘞。孩子，你给咱老朱家长脸了，多少年了？爹，儿子出息了，当皇帝了。允腾，咱三孙子，这次咱真谢谢你了。别光谢啊，履行承诺啊。什么承诺？不是你说的，复活你爹，你给我下跪。兔崽子！祖爷爷，你看你儿子。祖爷爷来帮你。爹，你还来？谁让你打咱重孙？真是一家子，一个德行。
哪里来的糟老头子，敢穿龙袍，冒充陛下！来人，把他拖出去砍了！又拖出去砍？孩子，咱没冒充皇帝，咱是你爷爷。你个狗东西，敢占本王便宜！快来人啊，把他给我大卸8块！住手！你个混账东西，连自己爷爷都不认了！来人，拖下去打10杖！爷爷，真是我爷爷！爷爷，对不起爷爷。父皇，不知者不罪啊！重八，算了，孩子不知道不算错。不行，连在自己爷爷面前都这么没规矩，不懂尊老敬长，必须打！好家伙，点我呢！二叔，错了就错了，去挨打吧。你爷爷还给你求情，对你挺好，不像有的爷爷根本不关心孙子。你别说不敬了，就是刀了他，我也觉得挺好。好个臭小子，说这么难听！我听三侄的，我挨打！畜生，咱的话不听，你倒是听他的。以后这位就是太上皇了。太上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重八，你怎么不跪下？爹，咱是皇帝，咱还是太上皇呢，还是你爹呢？你给咱下去一起跪。允腾，你上来，你不用跪，站祖爷爷边上。爹，那咱不是连他一起跪了？咋了？允腾是咱家福星，大明圣人，你跪他还委屈你了？偷着乐吧。就算咱同意，允腾自己也不能同意呀。他一个后辈，怎么好受我这个爷爷和他叔叔们的跪拜？祖爷爷，挪挪位置，我也坐下。好嘞，重孙。朱允腾，你好意思让咱和你叔叔们跪你？不妥！还不起来？坐上瘾了？早晚都是我的，坐下咋了？咱重孙子爱坐就让他坐。重八，你都当皇帝了，怎么还这么心胸狭隘？爹，得处置朝政了。他坐着，我咋处理事儿？那你就不能站着？气死咱了！找个人出出气。蓝玉，你怎么没穿朝服？陛下，臣今日就要出发去西北平乱，故而已经甲胄上身。上朝就得穿朝服，这次不能尽快平乱，你就领罚。臣知错。齐泰，你笑什么？臣想起一件好笑的事。说，要是不好笑，咱就让你哭。臣想起来太常四星皇子程大人，他昨天回家路上看到2条狗在造小狗，然后他看了半天。黄子成，你一个朝廷命官，没事看2条狗，扣你1个月俸禄。还有齐泰、蓝玉，这就是你要处理的军政大事。那咱也行啊。陛下，臣要弹劾一个人。哦，你要弹劾谁？臣要弹劾皇三孙朱允腾，无视礼法，残杀皇室长辈，以皇孙身份杀陛下于妃。你自己干的事儿，自己解决。求太上皇，求父皇，为孙臣主持公道。朱允腾杀我娘亲，天理难容啊！大家都觉得我做错了吗？
当然错了，且大错特错。若是大家都说我错了，那我就错了吧。不对劲儿，这小子怂了，不可能，这里面肯定有坑。允腾，到底咋了？你给祖爷爷说。混账东西，你个逆子！你当了皇帝就忘了自己当年是草民了？这种毒妇你还当个宝？杀了又如何？爹，咱知道后也想杀他，可他即使该死，也不该朱允腾杀。那陛下也觉得我做错了？你说呢？咱早就说你不能杀。好吧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祖爷爷，看来让您复活是个巨大的错误。他们都觉得我错了，都觉得您该死，不该被复活。既然如此，我们找个地方一起死了算了。朱允腾，你干什么？你站住！怎么？我问你，于飞该不该我杀？于飞该死，但不该你杀。可若是跟复活咱爹有关，那你杀也不是不行。父皇，您这么说是几个意思？咱几个意思要给你解释。少给咱添乱！祖爷爷，我复活别人需要做任务，复活奶奶是阻止立朱允文，复活我娘是行刺他，复活您就是杀于飞。他朱重八心知肚明，却故意让我难看，为啥？还不就是嫌您这个泥腿子爹骑在他头上，他对您的复活不满意？好有道理，这尼玛怎么反驳啊？这小子这张嘴！爹，你别听他的，咱没那意思。朱重八，别说祖爷爷不给你机会，来，你解释。对，你解释，咱听你解释。解释？这承认想看允腾吃瘪，爹能打死我；不承认，这锅就背死了，死局啊！哼，看到没？给你机会，你不中用啊！逆子，逆子啊！看来允腾说的没错。你对咱意见很大呀，爹，咱真没那个意思。咱要是知道杀了于飞能复活您，咱早就让他杀了。父皇，闭嘴！终究是泥腿子爹，配不上您这皇帝。我老头子去死，不给你当累赘。祖爷爷，我跟你一起死，反正我有这样的爷爷，这辈子也苦。爷呀，咱错了，错了行不？让你弹劾，咱爹要是有事儿，咱让你陪葬。娘啊，你死得好惨啊！爹，儿子错了行不？儿子错了。重孙，真跳啊！不用真跳，就是收拾他，不然他一天不消停。也对，先收拾他。朱重八，我问你，我杀于飞做的对不对？犹豫了，祖爷爷，咱跳吧。逆子啊！朱重八，你怎么把爹和允腾逼成这样了？你要是不让他们下来，我也上去跳了。母后等我，我也跳。今天不服软是不行了。允腾，于飞那事儿，你做的对，没有什么比这事儿更对了。哼，光说不行，你要将此事昭告天下，马上写。写，马上写！祖爷爷、奶奶、娘都下来吧，没事了，嘿嘿嘿嘿嘿，舒坦。朱允腾，你是真孙子啊！祖爷爷，
没事了，走下去吧。好嘞，这皇位咱不稀罕。重孙，等爷爷先换身衣裳。走。朱重八，你真是爱那个于飞呀！为了他，逼得爹和亲孙子要跳楼。爹和允腾的命，比不上一个于飞。妹子，咱没那意思，只要能让咱爹好好的，除了你，其他妃子杀光又如何？现在说的好听有什么用？不是你闹的，难道是允腾？复活爹还有错了？就是他闹的呀。就算真是允腾和爹胡闹，也一定是你朱重八惹出来的。你什么德性我不知道，就爱挑事儿。妹子，咱错了，咱就是想看允腾吃瘪，没想到最后咱吃了个大的。允腾是你孙子，咱老朱家的功臣，你老跟他杠什么？混账东西！搞了半天你是为了整允腾，你个逆子！爹错了，咱错了，咱再也不敢了。父皇，我娘已经死了，还请父皇能下令让她好好下葬。妹子，这于妃是后宫的妃子，你统领后宫，您说如何处置？这会儿想起我是后宫之主了，怎么处置都行。能，肯定能。那么好，下令将于妃贬为庶人，衣卷草席裹着丢乱葬岗去吧。求皇后娘娘开恩啊！妹子，人都死了，没必要吧？不妥，那要不给你心疼的于妃殉葬吧？妹子，咱突然觉得给于妃一卷草席都便宜她了，暴尸荒野吧。给你殉葬，便宜你了。话说回来，朱重八，你怎么这么怕婆娘啊？爹，说的好像你不怕娘。当年你偷看寡妇，你再提寡妇，咱这个太上皇也让你去殉葬。爹，允腾也能复活娘。那到时候刚刚那话可别让你娘知道。老东西，上次在大殿上没打够是吧？这次还敢弹劾允腾，那就狠狠的再打一顿。你们干什么？来人啊！有人打人啊！李尚书，急匆匆的要去哪儿啊？臣突然想起来还有事向陛下汇报。哦，不着急，先挨顿打吧。给我打！看什么？再看连你们一起打！李爱卿，怎么了？陛下，臣觉得皇三孙杀于妃这事儿，礼法上、规矩上都没问题。你咋了？没，臣就是突然被打通了某根筋，在一番全力思考下，痛定思痛后，才突然想明白。你被打了？没有，皇三孙没打我。咱没说他，你脸咋了？走路不小心摔的。脸上还能摔出几个巴掌印儿？对呀。厉害吧？厉害。李爱卿啊，你说你没事弹劾他干什么？上次那顿打不够深刻吗？陛下，就让他这么打人，您真不管啊？管，惹急了连咱都打，怎么管？你忍着点吧，反正快告老还乡了。咱才是绝望，斗又斗不过，死了还能被他复活继续气咱。多谢陛下，臣心里舒服多了，臣告辞。对了，陛下，我这不是被皇三孙打的，是摔的。老东西，全身都给你打软了，嘴还这么硬呢。允文啊，你去巴结一下新复活的朱武嗣。好的，娘亲。第一印象很重要，我要把握住这个机会。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老朱家还能出这种货色？重孙朱允文，拜见皇祖爷。哦，你也是咱重孙啊？是的，我是重长孙。哦，知道了。皇祖爷，您可能不了解我，我从小熟读四书五经，正所谓
这都说的啥玩意儿？还是咱允腾好，说话带劲儿，干事刺激，还能一起欺负重拔那逆子。停，允文是吧？咱是个泥腿子，大字不识，听不懂你说的这些。要不你还是找个能听懂的去说吧，咱去找允腾了。不是啊，皇祖爷，我这个叫有学识。再说了，我是长重孙啊。你是庶出吧？我，这个，唉，有时候重孙子太多也不好，允腾一个就挺好了。不，高丽，小棒子，哼！殿下，皇护卫说陛下来了，要见您。让他等着，没看见忙着呢。陛下，殿下说他忙，让您等着。嘿，这混球，咱来他这里被拦着就不说了，还得等着他。让你等着你就等着，哪儿那么多废话？你咋老摆不清自己位置？黄毛，自从跟了朱允堂，你很飘啊！你爹是咱义子，你理论上是咱义孙，你哪来的胆子？三爷还是您亲孙子呢，他怎么对您的？好。父皇，云荣啊，你有空帮咱给你母后说说好话，她还生咱的气呢。好的，父皇，我一定多说您坏话。父皇，允腾不见你。咱也不是那么急。你咋不拦着？这是殿下他娘，我敢拦着？咱还是他爷爷呢。那咋了？爹，哼，逆子！你又不拦，这是殿下的祖爷，我敢拦着？合着就专门拦我的呗？难受不？滚！搞了半天，就咱一个是外人。允腾，你爷爷在外面，别急着见他。对，重孙子，让他等着。允腾，你爷爷不知道找你干啥，总之你别答应，也别见他。放心吧，上午那事儿我还记着仇呢。不过，我接下来要干一件大事，到时候你们可得站我这边。那当然，又能帮你，又能和那逆子对着干，多好！允腾，你要干什么大事？我要灭了高丽。高丽国王李成贵谋权篡位，一边假装臣服大明，一边勾结北元，可见其心必异，不足信也。如此高离，确实是狼子野心。允腾有意灭之，倒也说得过去。只不过两国开战不是小事，你爷爷恐怕会选安抚。如今大明能动用的兵马，恐怕也就10余万，攻打高丽，怕是有风险。娘不愧是将门之女，不过我倒觉得10余万兵马问题不大。若你觉得高丽该打，娘支持你。我也支持。他朱重八要是不同意，我马秀英一句话比他的兵符有用。虽然咱听不懂，但是允堂要做啥，咱都支持。那逆子不同意，咱鞋底子抽他。什么10万兵力，谋权篡位？他们该不会是在密谋造反吧？这里面几个要是准备造反，那就完了。妹子一个人就能调动大明大半兵马，他没兵符，说调1万，底下能给他召集50万。还没开始造反呢，这就开始庆祝了。妹子，爹，允腾，别闹了行不？咱们是一家人呐。妹子，允腾，你们在里边计划啥呢？就计划点事儿，怎么了？妹子，咱有话可以好好说，没必要到那一步吧。本来我也没想过，但是允腾那么一分析，我觉得有道理。这事儿我们已经落定了。
允堂，咱没必要到这一步吧？你这样良心过得去吗？咋过不去？我知道你肯定不同意，但是那高丽，我是打定了。你们这样对咱，等等，打谁？打高丽呀？咋了？打高丽？哦，你们在密谋打高丽？那不然呢？你以为打谁？我以为，没什么。打高丽啊？打高丽干什么？你管得着吗？我们原谅你了吗？你就在这里套近乎。高丽来奏折，派使臣李胖来大明求定国名。此处来使，由世子李方远随行，以表诚意。他一个谋权篡位的，自然迫切想得到大明的认可，来帮他巩固地位。如此说来，确实虚伪。辽东都司兵马10万，完全可调用，距离高丽也近。那么好，就差个机会了。国家之间最忌讳莫名其妙开战，最好不是我们主动。那就把这场进攻变成讨伐，让主动找麻烦变得师出有名。高丽使臣到哪儿了？礼部纲地的折子已经入京。来人，带着高丽使臣即刻觐见。臣领命。不是说大明皇帝60多了，难道是新帝？不管了，先行礼。臣高丽使臣李胖携高丽世子李方远拜见大明皇帝陛下。大皇帝陛下万岁万万岁！你把谁叫皇帝陛下？您，嘿，我不是皇帝，大明皇帝你都敢乱认，找死！来人，把这个使臣拖出去砍了！饶命啊！臣不知您不是大皇帝陛下呀！饶命！你不是皇帝，你坐那儿干啥？这不是闹吗？不知阁下是？哦，我啊，我是皇孙朱允腾，连我都不知道。来人，拖下去打20杖！啊！臣知罪，令罚。臣高丽世子李方远拜见大明皇孙。大胆！大明太子妃在此，你先拜我这个皇孙？高丽的人就这么不懂规矩？来人，拖下去，重打20杖！你他妈就是单纯想打我吧？殿下，您咋不早说呢？你问了吗？拖下去，狠狠地打！臣高丽世子拜见太子妃。大胆！大明皇后在此，你先拜太子妃，懂不懂规矩？拖下去打20杖！殿下，您别欺负我不知道。大明皇后娘娘10年前就已经……是啊，10年前死了，但现在又活了，不行啊！殿下，我知道您想打我，但您别吓我呀！我稀罕吓你？不信，你问问那群侍卫。我大明皇后只有一个，谁敢乱说，谁敢冒充？尼玛，见鬼了！小小弹丸之地的世子，就是没见过世面。这种世面，听都没听过。那看你也不容易，这次给你个机会，重新来一次。先跪拜谁？臣高丽世子李方远叩见大明皇后娘娘。你又错了，又错了。殿下，别玩我了，你就是想打我。祖爷爷，您说我是玩他吗？这高丽的世子真蠢呐！咱不是站这儿吗？咱是太上皇啊，朱元璋他爹呀！啊？什么？你
死了50年的大明皇帝的爹，好可怕！知道华夏神秘，没想到这么神秘，脑子不够用了。我尿了，我尿了。完了，好像给孩子整疯了。允腾，这怎么给整疯了？我哪知道，谁晓得他这么不经吓唬？疯就疯了，高丽就不是啥好东西。重点是他疯了，高丽那边未必会善罢甘休。算了，疯了就交给高丽使团，就说他胆小，被吓疯了。朱允腾，你把那高丽世子怎么了？好端端的进去，怎么疯着出来了？朱重八，你想干什么？冲我重孙嚷嚷？爹，这事儿您别管，这是朝堂大事，您不懂。去你的混账！咱不懂，咱不懂也把你生下来了，现在当了皇帝了不起了？咱是不懂朝堂大事，咱懂怎么收拾你。爹，您这身子骨瞧着弱，怎么踢人这么有劲儿啊？咱每天吃饱饭就攒着劲儿收拾你。爹，您听我说，如今北方蒙古部落时常南下，东北女真和辽东高丽也虎视眈眈，这三方互相牵制。咱们要是轻易动了高丽，女真和蒙古会趁机咬我大明一口的。爷爷，你以为这种平衡能一直维持？蒙古和女真需要南下抢掠是他们的天性，高丽也不是什么安分的主。咱们现在不动手，等将来国力衰弱，这3只狼一起扑上来，后人怎么办？那些都是贫瘠之地，拿下也难管理。眼下防备为主，何必节外生枝？你的眼光只看几十年，一个王朝要看几百年。有些问题现在不解决，将来就会爆发巨大的危机。你说咱目光短浅？重八，我觉得允腾说的有道理。趁现在咱们兵强马壮，先把高丽拿下，起码能少一个后顾之忧。要打高丽，就可能惊动北元和女真，那等于是1打3。今天是1打3，100年后就不是了。你这开国皇帝都怕，后人怎么办？妹子，咱早就说过，后宫不得干政。允腾胡闹，爹不懂，你也跟着胡闹。好，后宫不得干政是吧？那咱们就关起门来谈家事。来人，关门！那啥，咱承认咱刚刚说话的声音是有点大了。好，你们都对，就咱是错的。可打仗不要钱吗？将领呢？如今傅有德、冯胜他们都老了，怎么打？钱好办，杀贪官、抄家就是了。将领，冯胜、傅有德他们怎么就不能上战场了？徐允恭他们也堪当大任，是你小看他们。打高丽不是儿戏，这高丽，我非打不可。这不是商量，是通知。你要是不愿意，奶奶一句话，淮西的叔公伯伯们自会听我指挥。你非打不可，必须打！不仅要打高丽，将来还要血洗倭国。安宁是打出来的，真理是杀出来的。好，你要打，这场战争我就交给你，我给你10万精锐，让徐允恭、李景龙听你指挥。考验我呢？好啊，咱们走着瞧。允吞才14岁，你让他带兵，朱重八你怎么想的？妹子，你把他当14岁，他比40的都精。咱这是在考验他，锻炼他。他不仅要有政治手段，还得能征服军队，这样才能真正掌控军事话语权啊。所以你还是用心良苦了。那当然了，你以为咱是真跟你们抬杠呢？其实咱都是有计划的。你们还打咱，你还敢把我们蒙在鼓里？找打！爹，别！哎呦！陛下，臣弹劾皇三孙朱允腾。这老东西真不怕打呀！
还敢来？黄三孙，你以为你打我就怕了？你无端杀害高丽使臣，又下封高丽世子，我身为礼部尚书，必须弹劾。是否属实？是。朱允腾啊，朱允腾，你是大明皇孙，是咱的孙子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说是就说是，少攀亲戚，咱们公事公办。倒反天罡啊你！